他收支一下哈。我要不要来帮忙我一下？等一下30秒拿来收支，你愿意？我慌了，我看不懂了。30秒。放下去了吗？还是？你不马上抬杠就不赢。伊就有改良时候让人讲，你以后做咧做总不是呢。要呛啊，翻不呛的东西。不给呛啊！你们对我好坏哦。改，为什么比你们分量很好抬？开玩笑，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哎呦！这是3分钟了，我给你哦。请给我一个，水未滚。呀，阿公，这一切都跳太低。我请问你知道怎么夹？总好拿个那个吃西餐的豆对，叫进入西餐女生。你是讲鸭血排是不是哈？讲得好就不用罚500，好不好？哎呦，其他死外酥内软，冇嘞。很弱！Hello，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還有現場所有的鄉親朋友、鄉親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我係莊百強。今日同伙喜哦來到英國亞島邊，其實你講到美食那件事情啊，我真要講一下。因為呢，東東研究講啊，認識一個國家，認識一隻文化啊，絕對美食開始。現實看啊，亞島邊當天美食係乜嘅？我說美食當重要嘅係講，從美食開始做一個引介，你到底都去了解到佢個文化嘅精神。你係一家之主做節目嘅競爭哦，真的，係啊，今年吼，我咪倡導吼非常厲害哦，行係哦，做得用美食穿搭嚟嘅客家競爭、客家文化非常厲害嘅品行哦。唔錯，先來分享下順豐嘅總司機總師傅分享。大家好，還有哦，我哋有今年哦非常獎哦，很漂亮的徐穎成徐師傅、戚師傅。然後。前兩區啊，都帶鐵出自前料理係馬嘅菜色。來看吼，來。鐵熱乾吼，我主天嘅料理係馬嘅東西咧，來大家來看咯，哎呦，哇，韭菜炒鴨血鴨蚌哦，這個我們西安呢發係講快菜炒鴨蚌哦，對，或者是說有你會講鴨蚌。因為它這個不直接講血，就是講紅或者是旺的意思，旺的意思，古時候都阿旺啊呢。可是我要講一下，你要出錯哦，你不要看你還是傳電台，其實佢係客家料理地圖比上經典當中的經典。哎呦，你聽我唱，老師來講一下咧，樣板經典，樣板做係我。客家菜有時溫時炒啦吼，而家起種一項啦吼。該韭菜炒鴨蚌吼，也是客家人吼，哈勤儉持家吼，該就買挑餸啊，豬肉豬的啊，又吃下來個一地步個內臟啊，全部血啊，全部做咧用到，全部做咧血。其實除咗要種物嘅東西，就食物嘅東西吼，那種東西還有香米吼，是那韭菜來炒吼，喺下時客家用啦。還有香，我覺得師傅講到懂抽哎，我要呼應一下，因為我爸爸就來講，你看你拿吃這個什麼麻辣火鍋打鴨血，對不對？很像是很流行，但是其實頭半年係因為成塊懂艱苦，古時候連血都冇打上，張拿老師咧。講吼，冇強咯。好，翻回講到分享到今日嘅產生營業咯，之前呢今日用西茶都會表姐妹來分享到我要煮嘅係米蘭記、老強蘭記，早上分享。大家好。好有氣質哦！我兩天吼，咱吹嘅，我呢個鳳珠街還係金玉街。哎呀！安醬哦，哎呀，我覺得今日要用出一個風格。非常的不一樣哎，因為我這一邊是走優雅路線，我這邊是走 rocker 野豔路線，真嘅。好了，看到一個，我要先講一下，你知道嗎？清蘭姐不同意，給我誰？差不多了。實際的，因為朋友吼，
多2岁。你就是浮夸，你就是浮夸。乔乐基经营非常的厉害，冇看见有看到安后生，已经做古朴胎耶。啊，看不出来，真的吗？哎，你真的吗真的啊看不出来呢。没有错，我哥哥的啊，我哥哥的啊，怎么保养的？啊就是运动啊，哦，运动，运动啊，关键嘿嘿嘿哎呀关，键要运动嘿运。动那你用啥？平常是会看他做菜吗？会啊，真嘅，起码啥不卡，佢要去挨打吊丝，嘿嘿，买咩要去给他打吊丝，就看他人嘿研究对料理啊对对对，。客家嘿，好啦，有信心冇？有加油哦！好加油，加油了加油！解哦，了解你这个改编哈，比较朴实啦，比较优雅派。实实在在。来看，来到蓝锤嘅野艳派咯。哇！糖果记得吼，用啥自重吼，哎，就是啥动为重构呢？天哪！哎呦真的吗你？会猜哪一个？哪一啥？我们以肺活量来讨论好不好哦呦哦呦哦呦，没有啦。而且呢，我们这样讲好了，有猪的都会唱歌，有猪的对哈，，凤猪。哎，凤珠很音吗？啊，操！你看，错哦。我好厉害哦！哦，糖果金牛节吼，未动为重系么？系啊，哎呀，基隆沙金鱼吼，为了现充带来日，偏板，哎呦，偏板偏板哦。嘿这我们现在节目是变成还有歌唱 PK 哎呀，啊？我觉得可以组合做菜啊、唱歌啊、跳舞的圈走得来，来，强下来唱一首歌好不好？好，山过了从哪处？老年呐，从条山那个啊，来接老人呐。哎呦，掌声鼓励鼓励，真咁厉害！哎，我看治疗当个时候，既会唱歌，我唔知安会唱歌呢。真的呢，哎，先教父呢吼，等一下先教父呢。你都要对今年嘅比賽有信心吼，因為我哋係做菜有咩唱歌嘅比賽吼，有信心哦。好，準備好了，馬上我哋進行我哋嘅體育關咯。木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兩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本來係雅布卡嘅卡上熱，也係雅布卡嘅美食好呢。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一家之主上菜嚟。耶，如到咧吼，愛搞嘅世界咯。是的，都在那一組呢。我暫停1分鐘，你水來進行一個有啊有耶！的，1、2、3，開始，有。看住，那小心，那邊下來哦。即刻唔會啊！哎，快點唱歌了！加油！快點！快點，然後慢慢嚟，慢慢漏，讓它冷靜下來。這邊沒有動，這邊沒有進。为什么会断掉了？团队嘞！耶！哎，我没有获胜过哎，好啦，让我获胜一下吗？好，这个理由，人家立入洞喉啦。不是很，刚才很明显感觉痒啊。好了，等一下是看你有没有继续的运动加精神，好吗？来，go，先从你的开始哦。先让我来讲，然後切到了燙水，哎，我慢切，對半就到，對半是做对了。好了，預備了康熙的哈，預備開始。好，切對半，安勇係是做对了哈。安就到得你了。叫家嘅人吼，加香菇吼，很草菇厲害。幾乜菇啊？草菇，臭菇哦。鹹米哈，佢啊老雞向下煮哈，對，有它甜味，它甜，哎，香菇會甜的嘛。嘿，錯，哦。哎呦剩多1分鐘，加油咧！哎呦，跳慢啲啦，拜託一下。好嘞，祝峰，阿鳳，我教俾你切哦，係啷個？
大拜后，家己煮会熟，就会引起切的问题哦。按了，我是不会啦，讲真的不会啦，切我们对你有信心，不对，切着切先切一半，这样子切一半，再切一半，再切一半，这样子。安永，我对他有太信心。大了啦，挺太了啦。安永姐哎，还有2公分， 2公分，对，他不是对他很有信心吗？安永，哎，错，场面话，安永，哎，用手会照片吗？胸部呢哦，想说不要得罪主持人。你共2公分呐2公分就你没有拿过尺哈？没有，啊！天哪，百狗起床！哎，莫太太 C C 啊，你交给下一个切啦。停，好的，一片是不是毁掉了？不会是，哎，不会啊，可以这么说。来，加好了。好，这边要接，你要暂停哦。哦，挨掉了，暂停这边要，暂停了暂停1分钟，因为这个跟你我刚刚输了，哦，是啊，对，哦，拍谁啦？好，不我有给，这个可以放都注释啊，我改忘記啦我有给，来款，來，我先嚟睇數，我先做乜嘅？哎，姐，姐哎要幾重誒？他们2公分就2哎，時間可惜咧吼，還沒，哎，你都重做我要拿咧哦，過來啊，2公分是跟他6公分嘛，好哈，可惜，時間可惜，好2公分嘛，哎哈，做得冇？總齊了，哎，你做得冇？可以總齊了，啊，較重一些，較重一些的，較重一些的。安尼嗎？哎，可哎，以，那可以，手哦，哎呦，動危險呢，哦，做得冇？做得，很會哦，哎呦，很很強哦，很強哦。真的還沒有嗎？你個很會啦，哎呀哎呀，那你们家如果有兒子缺媳婦的哈，什麼兒子追媳婦啊？你講法吧。阿汪，阿公女切，哎，要怎麼切？2刀分3份嘛，哈。你管啊，他剛剛笑我這個阿皮的阿峰哈，還不是問那麼多問題然，後呢？ OK，再切，再幾份？幾刀？沒有然後呢4刀，閉嘴！不要，4刀太大了啦。這刀。剩剩3分鐘啦，我加你哦，無啦，請給我講，水未滾，你看阿峰這一切都跳太低，我請問你知道怎麼夾啊？正好拿個那個吃西餐的豆哎，對，這樣尊都西餐女生，你是鴨血牌是不是哈？阿汪，阿公女切，哎要怎麼切？2刀分3份嘛你哈。管啊，他剛剛笑我這個阿皮的阿峰哈，還不是問那麼多問題然，後呢？ OK，再切，再幾份？幾刀？沒有然後呢4刀，閉嘴！不要，4刀太大了啦。轉來啊，不變這樣子 OK，，每一個都1薄片嘛哈。哎，哎，時間差不多會到了哦，慢慢來，開始就那個就好了。好，這個就好了。 7、裝上6好了， OK 了， 5、4、3、2、完成，完成好，那我們要交給下一棒了哈。走的強下左，強下左，開始我們我們先鹽哦，這個要放鹽，還有酒。下去做，嘛剛剛不用得會養到水度啊？不想咪黑看嗎？好色的。看看後生。哎，阿哥一系列米酒，去腥，哎，米酒，好厲害，這個就要學起來了。對，這個就是有水準的問題了，是這個嗎？應該是秘記籍。住，好了，OK。啊，如果水滾了就可以水改的話該放下去。準備，我跟你們說一下，這個不要碰到它。 3、你水這麼滾。 2、你都走得快些，好快些，好來快！好，來看一下。我覺得我發現佢就拿老雞嘅鹹菜嘅，應該有好好食哦。哦，加酸菜嘅吼，你看佢切開放心冇強溶哦，對，佢唔係用整片哦，它只用前面，它好應該部分。要偏強要煸啦，我會強行啊，那個炒嘅強行嘅，對。啊，你漢語嘛嘅做啲線走。也蠻滾，水蠻哎滾，呦，我天呐！哎呀，時間煮菜要有耐心，不要急不，要一直想着，來摸奶心。不要一直想着，我嗱趕來趕去嘅種唔好食，好冇？好了，我嚟看來了，來生意哦吼。好，都有。哎呦，我發現吼，俺要煮啊，是那黑原汁原味，對，有嗎？加給點米這個就是要放豬油，要用起來不要給豬油，嘿，對對，這是你們自己標的。對對對啊哎呦，黑豬肉的啦。哇，秘密武器就會呀啦，哎，我要改片未？你那邊也蠻多秘密武器的。係啊，我看我改片咧，好冇？就比較強，因為我其實對於我哋追歸風行，因為我看見阿勇吼已經懂有痴心，你看他每一步不慌不亂，看一下我們多乾淨。
不慌不乱，不说还完全不是这样，待会全部看你那都人家 OK。跑动吃就是卫生最重要。拉沙。对没进尾行哎，第一关的时候太紧张了，丰富了。对，好，那去控一下你要给导好，边。来看，这个来看。小火一点点啊你。会控制这个就会赢了啦。哎呦，中山高哈，韩小创，你改下猫床啊？哎，都是猫场。一盘瓜子，三马三色松，树根长来树中长，这朵瓜子向东阳唱3分钟啊，来了。的唱完结束，唱完结束。哎呦，装上咕哩咕哩你。敢让俺闹一下？今天两个歌，哎，是剩3分钟了，我给你哦。好啦，请给我一个，水美滚，水美过来去看我们的，哎，有吗？救不了你了，我们要去看我们那里了。对啊，你讲伊闯过景定洞喉糖哎。你开玩笑，我来讲了一口汤了。好了，尬住我，尬住。好好。哎，该属于因为甜豆，对，不会，等一下，那个等一下最后的。两头疗力哦。你们做的是比较湿一点点的，系吗？不是我们做的是传统的，传统的啦。传统的。因为俺景定地嘛，个西件外冰水嘛，个西件木。慢慢带下带下。我问你啦，你吃过吗？我吃过那个阿峰，可是我没有吃过两头炒韭菜是不是？好，那你今天就把要龟排色枪枪。好，有色勾张黑酸哈嘎你，好，真的，好没有骗你。哦呦，安豆。哦。啊，有没有听到水毛啊，师傅？重口的，嘿，干口。你等下会出水啊。哎，记得我下个自家个米头啦。来，莫打怂哦哈。你弟弟给通呢？等下记得要先这样我也是吃，这样子的。先吃一下米头这样可以哦了，先吃米头哦。你得差不多好嘞啊，看看对看没有，好不好？记得要吃看看哦，来看一下哈。要掌握好哦，好，不要输在最后。你看阿峰，这一切都挺太的。我请问你知道怎么夹？你还哈，还有那葱的，那用钱呢？莫是哈拿个那个吃西餐的豆哎。对，标准都西餐女生。你是鸭血排是不是哈？会太多水啦。其实吼，伊做在用俩片个水，很好就米头啊。哎，果然有羊啊，它还有上一下。可是那个就是要让它去腥味，不是吗？哦，水是脏的。对，那水是血，那个哎，鸭有。水准呢。你讲的也是啦，哎，改，为什么比你们分量很好抬呢？因为有加香菇啊。哦，开玩笑，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哎呦，乞丐开自己玩笑呢。真的，那有什么关系开玩笑你看我身材也知道啊。啊，你身材怎么样？比较迷你份，看谁分的喂，小而美。小而美，那你有吗？嘿，那有我的爱耶！哦天哪，你怎么知道我爱这个？因为我太知道你了。还有这个，哎呦，你是有儿子要嫁给我全推翻给哈音啊，蒙音摸第二啦。海鲜呢，还有心跳的呢。啊哎呀那真的是排再生一个你还有了，你还有。再生一个还来得及吗？哎，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好嘛，通嘛呀。好，可以了。好，我觉得差不多。负责份呢？你还蛮喜欢呢，你是的，昨天的。还蛮香的，因为牛轧 love you 牛落去。有吗？可以了。 8、7、6、 5、4、3、2、1，时间到了。好，第二关呢，真係要動到嘅狀況，唔講你可以來下嘅潛水人員全部就做得克服也到臨時嘅困難，動聽哦。等下就來隨時困難，那一部卡嘅密西考好這裡。好，第一關呢已經啊用開始也都完成咧，生下來呢就隨來試試看啦。兩個愛呀吹嘅看下米頭牛毛，先從我們紅隊開始來試咯。係啊，好，你都要改辣椒哦，改顏色的凍好看的。對，跟我講哦。好，很香，全有的哈。試試看，有香哦。
有落去吼，米油落到底肚去耶！又好吃呢。哎呦，就来，谢谢谢谢。这是我全世界吃过第2好吃的。真的吗？嗯，你一定要说第一好吃才那，对不对？你很懂我。好，那就给你吃整盘，你就给我吃光光。等一下，大家都穷下去啦。好，我们赶快吃看蓝队的，有什么一定要咬到吗？全腐全爱。全部都会黑吗？好，看有懂得料哦。还好冇买米吼。嘿，我觉得我的很好吃耶。不过吼，该辣土吼，我觉得比较还好好啦，因为我底有用的是辣油。有辣度，确实。各位茶饭就是用嘎布卡塞的米头，很明显的猛用哟。好，亮时间呢，先抢总师傅抢本分数，实至名归。谢谢，找来徐师傅、齐师傅抢本分数。谢谢，好来，总师傅先来公平一下。我感觉吼，你看阿凤吼炒韭菜吼，水唔好按倒啦。阿凤吼叫要出水，对，炒好继续出水吼，cái米土吼是淡化体咧吼，爱炒凉爱冇用水的。感觉咧？我知道鸦片米头较传统啊。较传统的米头。言下的意思是，来条改变吼，创意无限。对，可是我要总结一下哦，拜先推一件事情。总师傅刚刚有讲到快脆会先炒比熊，不过呢，两组看起来都没有这样做到，所以英国行黑还有进步的空间，做得快脆先比炒出这种熊米，对不对？冇老劲啦，记得全汉肉去几个个米头啦。对，但是这一次还是我们获胜了。好。等一下休息一下，多种来时间了，看一下总师傅今日带来嘛个四个料理咯。总铺素卤菜，都在总师傅今日要带来嘛个四个料理咧。九香鸭凤一后薯。哦哟，一后薯哦，感觉可以接个对联呢。接下去。那你们可能要等我30年。好啦，九香鸭凤一后薯，对不对？听起来就有男人一口酥哦。来，先介绍一下食材来。阿凤哈，你那个馄饨皮哈，天丝皮，你韭菜嘛哈，你是토마토，等下尾边呢，好，你是虾皮，虾皮，好 ，OK。在材料冻简单取得呢。对，材料冻简单，开始，表现本菜卡坤。真劲厉害的师傅啦，不管哈，某人买个刀啦，全走在前。对。哇！冻球生鱼片呢，好薄哦！哦，真劲耶！哦，对吧？这还要做摆盘的黑毛，来，我给我的摄影师看一下哦。摆盘熟类了哈。摆盘呐，我以为。我今仔炸要冻单调，那韭菜哈，因为爆冇按豆了哈，爆哦，新一只去哈。哦，你还冇按豆？哎呦！听到有没有那个清爽的声音？这个声音哦，嗓音。阿峰哦，我办。一下是处理机嘞，来，看一下哈。专心看了哟。阿显无按倒啦吼，因为佢会出水啦吼，等下会爆裂，水分冲倒吼，等下佢有清出水啊，唔会熟啦吼。啊，你是吼目前太低啦吼。哇！就是转过来切小块就好了哈，切小丁就好了。就买个凤丝，做得老鸭翁吼，该水唔会按倒吗？啊，通过เรา離走落去做得咧。該咪係因為愛去腥，該眼睛愛變到水地度係冇？係香用啊，香意思啊，係。它必先煸啊，吼，香落去。韭菜那種東西吼，唔是用香豆嘅調味料啦，吼，仲講買個蒜頭啊，買薑嘛，唔是啊，吼。對。你東西炒不香了，其實那種東西是比較爆香的一種作用。因為佢會出水，等下爆的時間比較困難，泡的時間不爛太冇也是一個困難，所以等下就來看一下要該整功夫。它這樣子看起來是乾乾沒有錯，問題它底下還是會出水。天哪，這真的是功夫菜耶！美少女們有冇該問嗎？該有人用糊誒，難鹽水，鹽水嘛，做得啦，係啊，做得啦，做得係。像我哦，因為會太貪心哦，我就直接整勺加上去啊，他們會包它啊。
饺是吧？好棒哦！它可以当中还有这种迷你版的这种韭菜盒子哎，馄饨皮拿爆开种来天板，长在炸，那个超好吃的，你懂后生嘞。其实创意料理咪穷难的，台下圈走在绕波下吼，用热丢丢嘅料理啊，蹦出新的滋味。哇，真漂亮！我看你嘅设计。等一下，我只听我事啦，拜托啦，拜托。就动动你唔敢写嘅韭菜，韭菜啦，鸭黃啦，咁講你按樣做吼，動動聲音看到該融嘅哦，會感覺電影是動到嘅。該做得到生意咧，向下做。係啊。哦，你真係金元寶誒。哦。等一下吼，望住街哦，勁友街吼，來聽我只聽我一張，好唔好？好。等一下。青蘭姐、米蘭姐，你已經要養好冇？哎呦，冇談到，冇問題。佢等下萬年卡位剪刀石頭布誒，等下派出來猜拳咯嗬。係哦。討論一下。哦，食到了吃从意料里嘞，就前讲总师傅变了，就了出题目咯。呛焖吼韭菜吼，都买会变成吼黄韭菜 ，A 氧化作用 ，B 冇塞容易跳。哦，这挺简单的啦。两番真地呢。先剪刀石头布啦。两个番茄了，一定是我们吃到，这听很爱都有石头。很难说。很好说。来，我们来猜拳，来。好，主持人猜哦，来。剪刀石头布，讲得好就不用罚500，好不好？哎呦，是打死外酥内软，毛嘞，好弱哎，我有信心。你确定？对。你刚刚10秒前不是这样讲哎？对，我在祈祷，你看，他就30秒，哎，给，要把握时间哦。他拿30秒去擦手了，你看了。两个番茄了，一定是我们吃到，这听很爱都有石头。很难说。很好说。来，我们来猜拳，来。好，主持人猜哦，来，剪刀石头布。耶！哎，总算赢哎。好了，没关系啊，唔怕啦。那个，刚刚都有福到啊，最希望卡这个福州，来，吃看呐。要那个，这样拿。他们是谁的？还是主持人要用哦？哎，权力很大呢。等一下，权力很大。我要选吗？这不用选吧 ？B 啊，对不对？对呀，对 B 啊。你确定哦？等一下你讲 A。不是，你要 B 要 B 立到條拜年，然後弄到嘅父母奶嘅個人地圖，然後變到嘅塑膠個人。你都沒講過係 B 係嗎？對 ，B 啊。所以係真的沒知識哦。真的沒有，真的沒有。好啦。請問答案係乜嘅？答案係 B。然後韭菜吼，韭菜強嘅吼，其實受到日光的照射哈，光合作用哈，就是吸收陽光。是變強色的哈，黃韭菜是陽光照射沒那麼充足啊哈。對，安陽有啲嘛。就好多嘞。那個身價就不一樣嘞，哦，身價好價就不一樣。對，因為韭黃較貴啊，韭黃較貴啊。啲嘛。你們可以趕快吃完嘛，完成這個階段。吃炒薑豬葉青龍生嘞，韭黃炒薑豬。謝謝師傅啊，謝謝。好棒哦，我要給。啊，你這個轉移。你的圈那好嘞哈。那好吃哦。那好嘞係嗎？當好食。哦，當好食咪好。我還可以再吃一個。我唔相信，我來習慣。他們說話，因為明珠姐習慣講大話，所以應該都即係聽我嘅習慣，好嗎？你可能睇到係乜嘅東西？啊？來，你再罰500哦，好了，講口感啦，給攝影師看，講得好就不用罰500，好不好？哎呦，是打死外酥內軟，冇嘞，很弱哎。好啦，你講看，我覺得給他底度充點，係加到嘅包強加下
下邊嘅香味，老快脆香味夾到濃度好。那我呢，伊米亞嘅阿翁，佢會釋放出家嘅水分，都有特別嘅。古所講雖然講叫葡膏，可是呢，佢行喺當 juicy 啊呢。好，馬上吼，我哋健康吼，水形狀吼，水少幾個，水每日滾咯。愛係太祖譜，涼脆運用接力嘅方式，運用客家特色食材，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涼脆咁會因為特建中嘅沙亂盤盤模，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而你誰來上菜了？水每日滾吼嘅主天嘅料理係乜嘅咧？來大家來看到，哎呦，哎呦，菜瓜。菜瓜，呀，我就愛講一下哦，你看一下今日按捏對不對？然後捏到捏甜的時節啦，瓜果，人家講瓜呀的果子啊，就會最對時嘅，也就是你講都懂貴嘅，不是很貴的哦，就叫做當季的食材這樣子。哎呀，而且 TPN 呢都用高壓豆皮嘅，糖高壓嘅菜罐嘅，迄個豆皮太出嚟以外，還加要倒水當好食咯。啊，唔過吼，做啲用菜瓜，做乜嘅料理咧？料理咧，今日會做迄韓亂炒脆瓜。韓亂炒韓亂，天哪，韓亂呢？韓亂，你不要碰好不好？上白年做韓亂哦，完全搞，哎呀，不行講，冇，你千萬不要本地，不要名都韓亂，一聽，今日我來轉性堂性上講，我用版來做，中間的籽誒去掉，幾張唔會出水，沾個麵糊，炸到金黃色的時間就炒個韓亂啊老韓呢，安尼啊叫他炒香啊，安尼就完成了。特別係個元旦呢，水每日滾哦。對，剛剛你講要寫溫跟麵粉，沾過溫麵糊，不是要先溫麵糊，沾過溫麵粉嗎？因為脆瓜會出水啊，所以先先沾乾的，再沾濕的。這樣知道了哈，最關鍵的。我都問問題了哦。好，來請師傅來問問題。脆瓜會蝙蝠會有突出，請問脆瓜會蝙蝠係因為 A 唔條焦沙毛啦有蟲害 ，B 樹上填滿。已經有答案了哈。美蘭姐猜拳。好，馬上會猜拳。看起來就是我會猜拳，最後的這個是剪刀石頭布哦。剪刀石頭布。謝謝，我們贏對不對？我們耶！而現在咋 ？B。哦。哈。我哋係選 A 呢。真嘅哦，佢講 A 呢，我唔知啦。真的嗎？有你有種菜瓜冇到的啊？不是真係 A 嗎？還有種菜。確定係 A 嗎？咁講係 A 啦，因為啊，蟲係咬體佢哈，咬過咧，佢會蝙蝠，底部還會生蟲誒。哦，會唔會啦？我哋係就眼睛啊，咩亂猜哦。對 A，總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嗎？來請公布。好，請公布答案呢？A，脆瓜嘅蝙蝠係因為佢有葫蘆樹，都種嘅時節有蟲嚟咬，行喺表皮表唔錯，就會本個脆瓜蝙蝠安尼。快給我！好，來噔，我要去做菜了，來，不是來，要用油嗎？對，要用油炸過。好，來先啦，那中午的題目哦，因為也有關卡哦。天哪！沒關係，你頭尾把它切掉就可以了。好，頭尾把它切掉哈，好。好好切哦，把它對半切，然後也可以。唔怕。好，小心。那差不多係我哋哦。然後切長條狀，對。安用。好。安用。好。要走出事哦，明珠姐會笑哦。粉過來，先弄一點乾的粉，然後這個粉再下去打麵糊，這樣子。等一下。4、3，不用客氣。2、1，炸！夾吧，來，夾！好快！怎麼樣？你毀了多少？我毀了0%，你毀了多少？沒有，我做加分呢。一切嘅長度讓我強了嗎？差不多。看哦。
对，好了，就已经说你有进步了嘛。哦你什么时候要挑战别的东西？我老你讲，伊就有改良时候让人讲，你以后做咧做总不是呢。千万中唔得，我办法录声，这个。要唱人版本，唱唔得，唔放心。不可以唱啊！他说让你来抢，那模样用。你们对我好坏哦。哦，应该偏快。好，来。咸蛋跟咸蛋黄一起炒吗？对，一起炒就可以了。好，吹瓜用它哦。吹瓜等下再弄它细细的。对半切就可以了。好，对半剖。还有吗？该注意吗？然后要先沾干粉，然后一半的那个粉再打面糊这样。那你跟面糊会属于摸太多。这样？不对啦，要先沾这个啦。那个丝瓜先捡起来，打成面糊再下去。对啦，你这样师傅该荣幸讲哦，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对啊。不要了，不要捞了，不要慌，不要捞了。嘿，你直接用湿面糊下去擦。他很因为有厨师帮我30秒。这一点。你这个是那个要沾面糊，像要先沾那个。怎么办？要不要求因为退休吗？要不要？这个是不是那个酥炸粉？对，加强班呢，加强班没关系，这样 OK。好，这样就好了。要不用了，我要这一点啦。怎么办？我完全没有办法介入她们两姐妹的世界。哦，雷利康娜，我们就是要学会放手。对，我决定要放手。哎呦！好漂亮哦！真的很漂亮哎！完全没恐龙的谁开呢？对，还有30秒，30秒。要把握时间哦。他拿30秒去擦手了，你看啊！我哋個hand亂係歡快嘅哦，係冇？姜蝦炒就做得，姜蝦炒是做得嘅哦，姜蝦炒哦。好。加，差不多放幾7、6、5、4、3、2、1，换棒，请换棒。好，我们过去看一下，好，分开炸，因为它那个手很快有一些精华的，就可以捞起来了，再下去炸。那个，你放在这里。要做咧，要記做咧，係合嘅。好。咩？你記。不要慌，你不要慌，你要不要炸这样就好了？真的，你会没时间了。好，我建议你们好不好？第二哈，你要留起来过后，先去老用马蒜头切做油麦嘞，过后用厨师帮我30秒给厨师用，要不要？先切这样。你不能，他不能切，只有你现在只有你这会懂。只有我啊。婆胎，给他只有1、3年这会走。按得起的哦。嘿。來，看眼計條。看面。差不多。唔過我食起來哦，冇清楚哦。因為我都有先放那個乾粉，經過我就差別了嘛。他們會出事的。那你待會可以加一些水，讓他們這樣。我很緊張，因為他們倆直接轉頭款。對，我都緊張。炒到開肉就好了。用到水好咧，水。等下先炒飯的哦。好了，蠻多水的，通。我改了嗎？你需要廚師幫我嗎？做唔是，你看按鹽蛋的步驟，浪費。給他給阿給我，沒開啊。你加水啊，你放中間乾乾的這個。這裡油比較這個啊。先放飯呢，旁邊有水，它先煮飯的糖豆嗎？青蘭姐，青蘭姐，先煮飯的哦。我講東王紅燒啊。不要搭配卡式。水都唔得聽到哈。你寫應該給輸掉誒，唔通線上公會給好唱嘅喎。葱花還蠻切啦。葱花用把手挑，係啊。那個撈一款，換我們那邊了吧？冇撈一款嘞。看一下我們那兩姐妹。好了，真的很不能動啊！哎呦，厲害！來試揸時候，我半樣啦，哦，要按到手忙腳亂。先炒飯呢，飯呢不用落來。你看伊啦，你最緊張啊！張師傅講應該係局外人。哎呦，改些水，来，莫给他跳到，你慢慢加，你冷静。为什么要放现在炒？要把它的肉拿出来跟咸蛋一起炒。哦，是这样哈。这样我知道。哦，
啊，你对我刚才节目开播没有仔细哦。没，太多了，太多了。不会啦，不会他们在啦，煮蛤蟆汤啦。不会啦，这样比较快啦。好，我有信心。你确定？对你刚刚10秒前不是这样讲哎。对，我在祈祷你看，让他收支一下好了。我要不要来帮忙我一下？等一下30秒拿来收汁，你愿意？你你好呢？对，我慌了，我看不懂了。30秒。放下去了吗？还是？哎，你不马上还敢去演你呢？你在求救。我有信心。你确定？对你刚刚10秒前不是这样讲哎。对，我在祈祷你看阿妹。阿妹。我在祈祷一下。啊，第9组哈，我们先过去看一下我那边。来个。那个有开一点点的，还有一点。我等他。哦，快点2次好嘞哦。有打开就要把肉挑出来哦，先捞起来哦。哦，干腰萎缩。楼梯。楼梯。然后呢？然后咋个嘞？很软。师傅上来。啊，不用。香轮啊，炒香轮。不像那个水。一点点没关系，他觉得太多了就这样。係睇啫，係。成而家要水，點解皮皮扁扁？哎呦，我現香輪冇調到，而家怎麼說？早。現炒冇幾多田咯，係。差不多一半就好了呀。一半就好咧，係冇人到。雙條腳嘛哦。該輪拍就意思咧，我天哪！我第一次這麼緊張。輪拍冇啦，係。又不是你的主黑了。對，哇。哎，這道菜其實冇咁簡單呢。哦，哎，對，蠻功夫。應該連續講起來動簡單呢。對啊，真的。加油！還有幾道時間？好了，我們得要去看哪個片哦。你還沒有用這個哦。我先看完，你回來再用，好不好？哦。好，你要把重要步驟會打餸哦。好。喺度用咯，咁耐啦。哎呀，水咪用水啊。唔怕啦，剛才。總得。讓他收支一下好了。我要不要來幫忙我一下？還忙啦，幹嘛還忙啊？對。等一下30秒拿來收汁，你願意？你好呢？對。我慌了，我看不懂了。怎麼那麼多水啊？米酒啊。哦。那個蛋有那個特別臭手啊！蔥花，來。好，來，你要吃你那邊哦，差不多了呀，我看哦，你就放手讓它飛吧。來，師傅幫我90秒，來，計時開始。怎麼不一樣的顏色？怎麼又水那麼多呢？好，給我一些蔥好了啦，蔥。應該夾哦。可是我覺得有救回來的感覺，我覺得有。其實我坦白說，你還敢跟我留足全場懂？好嘞，真的。30秒，放下去了嗎？還是？哎，你不馬上還敢去演你呢？你在求救援？哎，你看昨天不用阿姨哦。不是，他雙哥帶人家的嘛，最後 Q 的。我那邊怎麼還在嗶嗶嗶啊？好嘞。還有10好嘞哦。好嘞。還有不用買個東西嗎？好嘞。好嘞，來，我這邊。還有買個西給哦。好了，借他們一點點時間好嗎？要不要用廚師幫我？真的沒有用，可惜。要不要？那個在上面就。要不要？你好。好不好？好。廚師幫我30秒，謝謝。廚師幫我30秒，來30秒來擺盤哦。差不多哦，冇嘞，時間差不多冇嘞哦。來。 6、他的吧。 5、4、3、2、1，時間到嘞！好，咁樣一關呢，真嘅係心粗強又會飆出來，但是呢，好朋友很多不用數本給七個幣，放手讓它飛，等下來吃車可能都帶那個阿布卡米西靠後身嘞。做到二條都已經全部搬呀吼，真嘅係這份冇按改啦吼，聽下來片上看啊，到底那組位做得生出咧，先來對眼捧出嘢開始來設計咯。好，一定要沾到這個醬哦，拜託一下。我想到了，你要吃這個補一補身體來，師傅。有，謝謝。
天回家煮。明天回家煮。我的没想到你们在那么慌乱当中，还可以煮出那么好吃的味道。凤柱街该下讲哦，都好笑。来转头我下去听我接下走。对，好吃，好吃哦，真的。所以都不卡谁就不会这么手忙脚乱的哈。好，刚刚继续就来吃这口那蓝队的喽。该喊乱吼，一定会闹哦，就是这样浪费了。要放糖是不是？俺今天会讲啦，我们炸的很好酥脆，很好脆。那我觉得你们丝瓜有熟吗？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哦。可是我的比较好吃。啊，俺弟就嘛感觉就不会感觉脆瓜会比较软烂，因为你们摸裹那个干粉。哦，我们有先裹干粉，所以我们的丝瓜它的汁摸暗豆。对，炸的时间。就是很难评了。我觉得这一道应该也是不分轩轾。今年日头已经弄散，已经团不完哈。我们还是要加高了献出都在给我们业比赛那组都在这都最杯米的胜利，好吗？那时间呢就先抢了总是分抢分数。你是不是有吃错？挨改片嘅，好，好，冇问题。七四步来抢分数。顾送安永坤那一路的吧，应该是我们这一队得到3分，亚队得到1分，所以今日是红队获胜。哇，谢谢。好，先讲评，好，先讲总师傅的比太家的公平哈。可是港口那盘是，伊个水无按多吼，伊个该行论嘛吼，伊炒去香米较出来一些，其实量盘是差不多啦。吃到鸦片的吹瓜炸较好，泡的时间较好。真的哦，虽然他忘记沾了干粉，可是他给炸的时间控制的较好，就它鸦片就有点软掉这样子。不是泡妹黑很关键的。哎呀，做出一个细节被冻豆啦。耶！好啦，有你粉追得到你们也3000，你要哭了是不是？恭喜！加彩恭喜啊！加彩金哦，3000的元哦。嘿，3000票被冻豆啦。唔过，俺哋吼虽然失败咧，唔过。俺都要给奖品哦，牛奶锅精致小巧，哎呦，咱哋送朋友，颜色啦，嘿，送朋友，俺用热辣吗？冇啦，很热热感，很热热感，可以这样子的，两大圈送朋友，看到吗？我们这边你看，丢个面，你看，我们这边也不辣，因为我也没有啊，你看，我们也不辣，跟情人节的哈，刚送美张呢。你那应该超过3000的元了吧？超过了哦，真正冻好的锅子呢。真赢！好，你们按参加比赛先抢我们红队的范贝一下，要不要参加比赛的感受？能够得到这个成绩，我好高兴。第世界吼是好朋友啦，是从好朋友手中失落而败，不过拿到个奖品哦，他比记得好，个心情系嘛个。艳阳讲，俺也做对扮演色。我想是要扮演的。做的，喊你用一下，等下我来是扮演。我要吃凤珠姐的扮演。没有问题的。虽然冇热天吼，冇天潮就经验嘛，不过穿来学习啦，欢喜就好咧。我们超古手呢，黑到鸟不卡地图，不管你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阿公、阿婆、爸爸妈妈，全部都在用下来，你一家之主的报名哦！一家之主，你下个礼拜再见，拜拜。